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驾照。台湾甲日本会当互相来使用，也就是台湾人若到日本游览租车，用台湾的驾照嚟日本嘛会通。啊，讲有一个专栏的作家叫做 Jack， 最近伫日本赛车，互警察来临检。啊，日本警察看到台湾的驾照是真惊疑哦，讲台湾的驾照哪会无这个有效的期限呢？安尼是要安怎互驾驶知影交通的新法规呢？有影哦，伫咱台湾一般普通的驾照，伫75岁进前，确实是无规定使用的年限。也毋过，若是职业的驾照，都要定期审查检验。轿车先就路，沿路欣赏风景，想要去倒就去倒。来到日本北海道沖縄活耍，真侪人都会选择家己赛车。不过，有一个作家Jack伫咧日本赛车时，就拄到这款代志。普文社讲，当伊到厝时，因为回归正外，叫日本警察走入来。警察伫咧看护照驾照时，讲台湾的驾照乃无有效期限，佮讲安尼要如何更新道路法规？和Jack想讲，那阮台湾的四连大爷，就是想要创啥就创啥。现阶段，如果以我来看的话，应该是觉得还蛮好的。因为如果万一是有期限，然后可能因为工作忙碌或什么，然后就忘记，或者就会蛮麻烦的。应该要定期换一下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像是法规会变动。台湾、日本考照制度确实有影无相像。伫日本为着重视较前驾驶的健康，含对交通法规的了解清楚，甲驾照分级数。当有的人提是驾照必须先持有3年，通过申请时期会当申告，若是驾照上少5年内无事故，或者是违规行为会当换金属的驾照。这个时阵驾照的有效期限地方签订到5年的时间。不过，过来普通驾照，若是考掉了后无重大违规，防吊销或者是吊扣，等到75岁时才需要定期换车。不过，职业驾照就需要定期审检。只有在职业驾照才需要每3年审验一次。这个审验驾照就是再做一次体检，并不需要再做任何的笔试或者是考照动作。不管伫咧倒位赛车，驾驶拢爱遵守交通法规。不过，台湾、日本驾照检查嘛，搁一摆引起话题。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